周小松議員。主席，根據勞工處嘅守則咧，如果僱員由於惡劣天氣以致未能夠及時返到工咧，僱主係唔應該扣減僱員嘅工資啦、勤工獎津貼等等。其實呢個守則真係定得非常好嘅。不過守則就歸守則，就僱主咧如果唔遵守個守則咧，其實佢並唔犯法嘅。而事實上，工會亦都不時收到一啲投訴啦，就打風係唔使返工，但係返到去咧就俾人扣人工啦、扣勤工獎，甚至乎扣假期。我想問下局長，既然政府認為立法保障呢啲僱員嘅相關權益咧，暫時嚟做唔到啦，咁會唔會考慮對一啲違反呢啲守則嘅僱主咧，施加一啲行政嘅處罰？例如咧，你經查實之後，佢確實係違反咗守則唔遵守嘅，嗰啲僱主咧係唔可以申請輸入勞工啦，或者唔可以申請政府資助啦，或者唔可以投標政府工程啦等等，甚至乎喺網上公佈佢哋嘅名稱。多謝主席。局長。主席，多謝周議員嚇。如果僱員同僱主之間由於惡劣天氣，僱員種種原因冇辦法及時返工，而僱主咧佢覺得僱主對佢唔合理，就扣減咗工資咧，我覺得最合適嘅方法咧係通過勞工處嘅勞資關係科做一個調停同埋排解佢哋之間嘅糾紛嘅。我就覺得咧唔適宜咧，因為守則方面大家有任何爭拗咧，而延伸到喺其他計劃下面咧，都令到僱主咧施加，我覺得未必係完全合理嘅一啲限制。我覺得對雙方都應該公道嘅。即係如果喺某一個地點，你覺得佢做得唔算特別好，或者大家之間有紛爭，而話其他地方咧都政府去施加咁嘅限制嘅話咧，嗰個大家個擔心嘅地方就係你幾時先會停？我覺得香港社會運作得好嘅原因咧，就每一個計劃下面都有清晰嘅範圍，大家應該點樣做？如果大家有任何嘅爭拗嘅話咧，處理方法如何？但係如果一旦喺甲嘅地方有任何嘅爭議嘅話咧，而政府用行政手段喺乙同埋丙嘅地方而施加一啲限制嘅話咧，我係擔心咧係窒礙咗我哋嘅經濟發展，令到一啲僱主咧覺得我會唔會投資落去，我會擔心咧。我覺得呢個雙方都要公平嘅，但另一方面咧，對於僱員嘅合理權益咧，我哋一定要保障，所以就應該喺守則下面咧，我哋做好守則嘅工作。我覺得呢個咧對雙方都公道嚇。多謝主席。